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Gloria Family Law 嘅資深家庭法律師 Jenny，專做澳洲家庭法。今日咧又嚟同大家拆解一個好多人都會問過嘅問題。喺澳洲爭撫養權，小朋友話唔想見邊個，法院係咪就真係唔安排見面呢？答案係唔一定啊。法院咧的確係必須聽小朋友嘅諗法，呢一點寫入咗澳洲家庭法入面。但法院聽完之後咧，仲要查多一樣嘢，呢一個諗法到底係小朋友自己嘅定係大人教出嚟嘅呢？我哋嚟講一個2020年嘅真實案例。有位嫲嫲佢去法院申請見兩位孫仔孫女，兩個小朋友都話我唔想見嫲嫲。其中8歲嘅家姐仲話佢驚嫲嫲，因為嫲嫲係衰人。但再問深一層，家姐又承認令佢驚嘅呢件事呢，其實佢根本冇親眼見到噶，全部都係媽媽講俾佢聽噶。好啦，咁法官點睇呢？法官相信小朋友講嘅係真心話，即係法官覺得小朋友驚嘅呢個情緒咧係真實噶。但問題又嚟啦，兩位小朋友年紀太細，而呢個驚嘅來源又係被媽媽嘅恐懼帶出嚟，而唔係小朋友自己經歷過嘅，所以法官冇俾小朋友呢個表達好大嘅參考分量，而係跟翻對小朋友最有利嘅安排嚟判。咁呢度咧有一個位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嘅。法官冇指責媽媽教壞細路，亦都冇話小朋友講大話，佢淨係做咗一件事，好似查案咁追溯翻呢句說話嘅源頭，發現細路講嘅嘢係聽翻嚟，而唔係自己嘅親身經歷，於是就將呢一個表達咧打咗個 discount。如果你都擔心緊對方喺度塑造緊小朋友嘅諗法，咁真正有用嘅證據咧就係呢一類啦。小朋友具體講咗啲乜嘢，同埋佢能唔能夠用自己嘅經歷解釋得清清楚楚。唔好睇小法庭啊，法官身經百戰，早就練就咗一對金睛火眼啦。記住一句說話，小朋友講咗乜嘢唔係關鍵，佢點解咁講先至係關鍵。我哋係安欣家庭法，一個只做家庭法嘅澳洲律所。我哋下一次再見。